錄影。好，各位朋友、各位同學，大家晚上好，好歡迎大家嚟到每逢禮拜四晚上10點半10點到10點半嘅師傅在線福利來了呢個環節。咁喺呢個環節入邊咧，溫馨咁提示大家，你哋有任何問題需要許光明師傅三照道長做預測嘅，你都可以提前聯繫下邊嘅工作人員。咁我哋咧就會喺呢個環節幫你哋進行呢個預測啦。咁喺預測嘅過程當中咧，唔單單係話俾你聽呢件事情 O 唔 OK 啦，仲會將呢件事情一啲改善嘅方法免費話俾大家聽嘅。然後咧就會就香港比較熱門嘅時事進行呢個玄學嘅分析基本上咧都係用奇門遁甲進行分析啦，因為簡單啲啊嘛。如果用到風水八字有時太過複雜。當然你哋想我用風水問風水嘅問題問八字嘅問題都 OK 嘅。你哋聯繫下邊嘅工作人員工作人員就會詳細咁樣去服務你哋噶啦。咁喺每逢禮拜四晚上咧10點鐘咧，咁許光明師傅咧都會將我嘅方法話俾你聽嘅。OK，咁我哋睇一睇第一個環節免費提問嘅環節睇下呢位朋友有啲咩問題要問咧？呢個係女嘅遠測，女人就遠測咯，已經失業啦，可以找到合適的工作嗎？呢個第一個問題，佢自己失業，阿女可以升到心儀嘅中學嘛？又問阿女嘅事。OK， 好，咁因為係遠測咯，佢咧係通過我嗰個女助手去問嘅，即係我個女助手幫佢開嘅盤，所以咧佢就睇癸水咯，佢就睇癸水咯。咁點解你有啲問阿師傅？咁點解唔係當你睇嘅咩？咁當我睇咧都得，咁當我睇嘅話咧，咁佢可能睇壬水咯。如果學過奇門嘅同學咧，你就明白啦。咁一個係癸水，代表呢個女客戶問問題，係我嗰個女助手幫佢開盤睇。咁如果我用呢個盤幫佢睇咧，咁佢就睇壬水。咁究竟睇邊個先至係最合適咧？我哋唔好單純喺理論上討論呢個問題，我哋一定要理論結合實際。咁喺實際上咧，呢個女嘅就話啦，我已經失業咯。咁失業我哋睇失業係離宮嘅象意似啲咧，定係權宮嘅象意似啲咧？因為失業壬水加丁火，壬加丁，壬丁係六合嘅喎，六合就唔應該係失業嘅象意啦。而且丁火代表訂單，又代表合同，打工合同都係丁火。天柱星咧，佢仲凍喺度嘅，喺公司度上個班咪仲凍喺度。臨9天咧，仲要日日走出去死門咧又代表佢咧按時上落班，所以咧佢依家講緊失業，所以咧離宮嘅象意咧唔算係好吻合佢，反而咧權宮嘅象意係好吻合嘅。太陰，太陰咪依家咪陰陰地咯，陰陰地有水，偷偷落淚嘅意思咯，傷心嘅意思。休悶咪代表休息咯，退休。生金想轉變，引降壬水咧想走出去揾嘢做所以咧我哋經過呢一輪理論聯繫實際嘅講解咧，我哋會發覺癸水作為
呢個女嘅用神就更加合適啦。所以咧，各位同學，奇門唔係亂嚟嘅，你亂嚟都得，但係一定有道理講出嚟。所以呢度咧有幾個老朋友都喺度噶啦Clement Lawrence S.L. 安達臣都係啲老朋友嚟嘅。你跟我學咗好多奇門，我都好多謝你。基本上每個禮拜四晚上咧都喺度聽我講課，聽我用奇門進行呢個講解。我希望你哋聽得多啦，都要學識好多技巧。就呢樣我所講嘅。比如話你有兩個用神都似，咁邊個係最似咧？呢個技巧嚟噶啦，呢個理論聯繫實際，所以呢個係最似嘅。佢已經失咗業咯，可唔可以揾到合適嘅工作咧？失咗業啊嘛，可唔可以揾到咧？咁呢個合適嘅工作係點足用神咧？又點足用神咧？有幾種足用神嘅方法嘅。呢個係當前嘅佢，下一個佢係佢未來嘅佢。下一個佢生唔生佢啊？生，生勾勾都生佢，而且冇四害生。如果下一個佢係辛金，直負係咪佢嘅錢啊？克者為財，乙木係咪佢嘅錢啊？係，所以下一份工咧會揾到更加好嘅，呢係一種睇法。咁仲有一種睇法咧，開門咪代表重新開創一個事業咯，落喺對宮，又俾禍佢又係俾禍佢，而且咧企係癸水，丙火咪佢嘅錢，克者為財嘛。騰蛇有時我就當火嚟睇，所以好多時候地支辰巳午未呢個巳代表蛇啊嘛，佢又代表火啊嘛，就咁樣嚟噶啦，就咁樣嚟嘅。所以咧佢依家係癸水我哋再睇癸水係癸水月、癸巳月，咁下一個月咧咪隔5月咯。然後咧乙未月咧、丙申月咯，即係話咧佢快嘅話咧，下個月就揾到啦。呢個咪下個月咯。慢嘅話咧立秋嘅時候，即係可能呢個夏天呢2個月仲要等一等啦。到咗農曆7月嘅時候，咪丙火月咯，咁咪揾到。所以呢個就唔算好驚嘅放心。咁佢又問阿女可唔可以升到心儀的中學啊？睇翻阿女先，阿女咪睇時光，時光落喺呢度，天瑞星景門，你天府星呢，代表讀書嘅嘢喎。天瑞星考試，景門咧前途，又係叫學歷。天府星咧咩啊？佢備考，要話工作人員要話俾佢哋聽，阿女備考唔得，壓力大，林伯虎壓力大，己土入墓，有力使唔出，癸水又懵成成，雙門嗰把口仲好巴閉，壓力大，學嘢懵成成，備考冇重點，仲唔俾人哋話唔得備考又唔得。天瑞星代表考試，空忙。有啲人話咁空忙，咁臨馬星咪充實咯，填實咯。但唔好唔記得喎，呢個月就填實啫，下個月就唔填實噶啦嘛。呢個月馬星喺巳又係巳月，咁咪填實咯。下個月又唔實噶啦嘛。
係下個月先考嘛，應該係6月份考嘛，新歷嘅嘛，咁一先5月啫，啱唔啱啊？所以咧自己失業咧問題唔大，女可以升到心儀嘅中學。如果按依家目前嘅呢啲狀態，目前嘅呢種備考嘅方式難搞咯，最好咧都係做一個文昌祈福嘅嘢，去做一個文昌祈福嘅嘢，呢一點一定要記住，做一啲文昌嘅法事帶翻啲文昌嘅符屋企又放翻啲文昌嘅嘢啦，然後咧作為家長咧，你睇。呢個係女嘅考試備考嘅狀態，呢個係阿女，呢個係阿媽，仲同你相沖個，仲同你相沖個如果癸水係阿媽，戊土就係老公，老公喺呢個位，阿女喺呢個位咁如果老公肯出面同阿女傾下嘅咧，咁反而好啦。但係老公咧呢排咧啲生意又麻麻，又冇乜錢，講嘢又比較重，為人又敏陣，可能同阿女溝通冇咁好溝通喎。但係最好咧都係阿老豆出馬作為老婆嘅，嗌下老公，嗌老豆出馬，同阿女傾下咯。呢個咪奇門遁甲。你哋成日話奇門遁甲，淨係睇一件事情 O 唔 OK 得唔得？太膚淺啦！奇門遁甲會將所有嘅客觀嘅嘢全部鋪喺8個宮位嗰度，咁好多主觀嘅嘢咧，又會根據8個宮位嘅生剋衝合每個宮位嘅一啲共同嘅符號先後天嘅關係，又會睇到好多主觀能動性嘅嘢喺度所以呢個就係奇門遁甲嘅好處OK 所以呢度咧，你工作人員將呢個嘢咧帶俾呢個客戶另外咧，希望佢哋咧多啲去做下我頭先所講嘅嗰個阿 Connie 同阿 Mark 都嚟咗好多謝你哋咁捧場頭先呢個案例咧就好經典嘅，希望你哋重複睇好經典嘅，工作人員又跟進下呢件事啦。其實失業嘅事情冇問題嘅 ，OK 嘅。阿女要升到學校咧，就唔按我嘅要求做，又有啲困難啦好，所以你哋記住，有任何問題一定要聯繫呢個工作人員唔好直接揾我，我好忙真係嘅，我日做夜做都做唔晒啲，我就係等你哋彈啲嘢俾我做，我都做唔晒。你直接揾我做嘢唔一定得閒覆你嘅。你哋彈啲嘢俾我逼住我做做得快。我呢幾日嘅真係嘅，我五一休咗有3日啦，搞到我後尾嘅工作俾啲時間講講到我飛起OK， 我哋再睇下啲時事新聞嘅分析環節。外勞保安呢個香港業主小區引入大批嘅內地保安咁啲業主又唔理解。其實呢啲嘢咧，你隨住香港嘅回歸回歸呢啲嘢咧，你信我啦，就會有流動呢啲嘢出現嘅。比如話資金嘅流動、人口嘅流動、科技嘅流動、技術嘅流動仲有 idea 嘅流動，肯定㗎。因為每一個社會佢都唔係獨立㗎嘛，每一個社會都唔係獨立㗎，所以咧保安都外勞呢啲好正常咁如果唔係你香港個個去做保安咯，都唔一定夠用呢個第一個所以永遠要記住，社會喺度變化緊，乜鬼都流動嘅。我出世喺廣東，我係70年代出世嘅。咁80年代就開始改革開放嘛，咁我到咗90年代嘅時候，我都10幾歲嘅，我都10幾歲嘅啦，我見慣咗呢啲人口流動資金流動啲嘢，反而我覺得咧流動係好嘅，人口多，外來人口多，做乜都有機會，我都話嘅，人哋淨係
喺街邊啊賣紅綠豆沙，都係喺廣州起2棟樓啊！廣州起2棟樓啊！人哋就咁勁啊！先 OK，所以呢個老牌屋苑啊，麗晶花園啊，我淨係知道麗晶大酒店啊。呢個係麗晶大酒店啊。OK，好。30名嚟自內地嘅外勞啊，保安啊，呢啲外勞保安咧，個個都可能驚乜嘢咧？驚啲咩生活習慣啊、語言唔通啊？後尾我查過下咧，唔怕噶，全部廣東嚟嘅喎，包括我鄉下啊、陽江啊，都有人過嚟做保安，我都想做啊，一個月可能都有啲錢剩啊嘛，係咪先啊？因為內地嘅保安咧就好平嘅，內地嘅保安我聽佢哋講咧都係2000幾蚊嘅咋，3000蚊嘅咋，就包食住嘅，一般都係2、3千蚊嘅咋。如果我呢2、3千蚊仲係上夜班啊、加班啊先有噶，如果唔上夜班好似都2000幾。當然呢啲係我幾年前嘅數據啦，依家係點樣就未清楚啦啊。OK，咁呢個社會現象我哋有啲咩有啲咩啊？有啲咩玄學嘅嘢可以進行分析嘅咧？即係其實好多時候呢個人適唔適合你，你應唔應該請佢，應該點睇咧？開個盤咯，你面試嘅時候，你面試一個人，你當場面試佢嘅時候，你可以開個盤睇噶。庚金日光落宮代表你自己，癸水月光落宮代表對方。對方如果冇四害咧，即係證明對方都有真材實料嘅，樣樣嘢都好嘅。但係咧，如果對方咧係沖克你嘅，即係話咧，對方咧係唔會服你管嘅，所以咧最好咧，我哋請人咧係乜嘢咧？你日光落宮落喺呢度，咁對方咧最好咧落喺啲比和你啊、生你啊、同宮你嘅宮位就最好啦。最差嘅唔係，如果唔係咧，你就要麼你就去生佢咯，或者你去克佢咯，啲宮位咯。最差嘅就係對方咧係沖克你嘅我睇下，最差就係呢啲對方沖克你嘅你就有啲難搞啦，或者大概咁意思。OK，好，我哋再嚟。稍等一下嚇。WiFi 有問題啊，停止個視頻先，結束共享先嚇，稍等一下。講到嗨嗨地啊，啲電腦又嗨埋，嗨過頭啊，所以做乜都冇過龍啊，慳得滯又唔得奢侈得滯又唔得。好 OK，共享屏幕咯仲有個開啟視頻啦。OK，好，繼續。好，頭先就講咗呢個小區嘅保安嘅問題咯，再睇翻五一咯，五一首日25萬內地人來港旅遊，逼到懷疑人生，梗係逼㗎啦。我每次都係喺香港做嘢做到30號，我即刻就翻嚟㗎啦。我長假就肯定唔去澳門嘅、香港嘅，去親你都係人多嘅。我細佬又唔信邪啊，佢3號去，佢話我細佬咧，佢話我個女未去過香港3號4號帶佢去香港，我話唔好去你3號4號去香港好多人㗎，每個景點都係好多人㗎。睇唔到乜嘢㗎，維多利亞港都睇唔到人多到咩星光大道都睇唔到。
啲酒店又貴到飛起，平平地幾嚿水嘅都去到千幾兩千蚊，啲酒店一晚冇呢個必要，咁佢後尾又去咯，真係逼到爆。我平時禮拜五、禮拜六喺香港過夜咧都好貴嘅，因為我住個酒店喺觀塘嘅，咁平時咧我睇翻條數咧300幾400蚊都有得住噶啦，觀塘碼頭嗰個酒店啊，但係禮拜五咧就基本上去到900幾蚊一晚嘅，禮拜六咧仲勁1200-1300一晚仲有一次佢嗰邊開乜鬼演唱會，去到2000幾一晚，我頂起個肺嘅真係好恐怖。勞動節小長假咁香港好少放5日，一般香港放3日，所以咧好多時候放長啲假定放短啲假，邊個好咧？唔一定。喺內地咧，一般咧啲單位咧係一年就365日，咁佢哋咧就大部分內地嘅單位咧，即係正規嘅公司單位咧就係上250日班嘅，咁仲有110日係放假嘅，咁除以12個月，一般一個月就9日到咯，9日到咯，即大概係咁。因為你以為放好多假咩？一個月放9日，即係喺內地一般就5天工作制啊嘛，禮拜六、禮拜日一般就休息嘅，但係有長假咧就會用啲禮拜六或者禮拜日嚟補班嘅，好似後日係禮拜六喺內地係要上班嘅。因為要補5日嘅假期嗰啲假嘛，香港唔知係咪所以咧呢個禮拜咧內地咧禮拜六係要上班嘅，禮拜日先至休一日嘅，咁平時都係雙休。我以前啱打工嘅時候咧就我下唔記得有長短周嘅，係冇錯有長短周以前。長短周係咩意思咧？呢個禮拜係上6日，下個禮拜咧就上5.5日嘅。禮拜六有時仲要上半日嘅。我以前啱出嚟做嘢嗰陣，我係2002年出嚟做嘢，我98年讀大學啊嘛，2002年出嚟做嘢咯。當時出嚟做嘢係冇錯長短周嘅，長周一個禮拜係上6日咯，短嘅就上5.5日咯。不過冇上幾年班咧，上咗3年係咁樣，好似係2年3年係咁樣，後尾就5日工作制啦。所以喺內地都有啲着數。OK， 好，我哋再嚟睇。假期呢味嘢咧，我哋講呢個啦，咁邊個景點好玩咧？我哋又唔好講嗰啲咩出行要小心好似呢個咁，跟金係你自己咯，日光落工咯。咁你對公臨伯虎咁你呢次出行就要小心啲啦。唔講呢啲，我哋講景點，邊啲景點好玩咧？比如話你好多時候你有1、2、3、4個景點去香港1、2、3、4個景點要你揀咯，邊個最好都 OK 嘅。日光落工係代表你自己咯。咁你將個4個景點排一排順序，隨便排得噶啦。咁開個盤就睇。咁第一個景點落喺呢度咯，第二個景點落喺呢度咯，第3個景點落喺呢度咯，第4個景點落喺呢度。咁第二個景點咁鬼多四害又唔生你即時就out啦，唔要佢啦。係咁，第一個景點咧係生你嘅，即係但係咧生悶悶逼嘅意思係使錢使得多咯，又唔係咁好睇咯。當然咧唔會出咩問題，因為佢畢竟係生你啊嘛。即係你去第一個景點咧，你會覺得都好舒服喎，但係覺得就唔值嗰個票價咯，可以咁樣理解。最好係第3、第4個景點又冇四害，又生你又俾喎。呢啲係用呢招幾好用嘅，所以好多時候奇門呢啲乜嘢咧乜都可以玩嘅，最緊要玩得有道理，唔係亂嚟。OK， 我哋再嚟。香港灣仔一酒店發生呢個墮樓墮香港叫墮唔係叫墜墜係咪呢個？呢個叫墜墮樓慘劇。呢個我講真啦，唔知係香港地方細咧，
啊，定係點啊？日日經常每個月都聽到呢啲慘劇嘅，我就好唔中意。喺大陸咧，可能地方大，啊，就算真係有呢啲新聞咧，可能我哋都唔一定報導，可能佢嗰個城市報導啊，唔一定代表我哋呢個城市會報導啊。嗯，所以我硬係覺得，我好唔中意聽到呢啲新聞咯，真係嘅。啊，而且咧，從高處墮下，係咪先？嗯，仲砸中一名路人啊，並造成多名路人受傷。啊，目前警方已介入調查。呢啲墜樓嘅嘢咧，最好咧都唔好去現場睇啊！我記住嚇，發生兇殺案嘅地方啊，發生交通意外嘅地方啊，墮樓嘅地方啊，殺人冧友嘅地方啊，你冇起碼嗰7日來啊，你都冇行過嗰度啊！如果你時運低嘅話，好容易舐嘢嘅，好容易舐嘢嘅。我咁大個仔咧，都係試過一次墮樓現場啊，幫我哋緊急處理啲嘢。但係依家都好核突嘅，都日日都記喺心入邊。講起呢啲嘢我又唔高興，好核突嘅。嗱，我同你哋講就係核突啫，其實有佢話好恐怖啊，咁嚟講就得㗎。唔好搞嗰啲嘢。其實好多嘢都好恐怖嘅，你哋未去現場，你哋未去現場睇過啫。俾個放大鏡你睇啊！呢個似乜嘢？呢把鏡呢度啊，我俾你睇啦，縮放嘛。你睇呢把鏡，倒後鏡你睇到嘅嘢，好恐怖嘅啊！唔好講呢啲嘢。即係好多時候我成日都講嘅，究竟意外同埋明天啊，邊個會先到咧？冇人知㗎。但係通過奇門遁甲你可以知。我成日都講嘅，呢個白虎如果帶四害或者騰蛇帶四害嚟沖克你咧，你真係要小心嘅嚇。即係當係沖克嘅情況，帶四害沖克你，呢次出行一定要小心。我已經好多同教出嚟嘅學生啊、徒弟啊，呢排因為國內係5日長假啊，好多人開車出去玩嘅，佢都用我呢招嘅。已經有幾個已經同我匯報啦。師傅，我呢次5·1出行要開車開好鬼遠嘅，去好多地方。然後咧，我用你嘅方法測咗下，哇！白虎帶四害嚟沖克我就用你嘅方法喺白虎屋企呢個方位咧黐咗嗰度斬白虎符。呢次咧出行咧都比較順利，比較順利啊。基本上都係遇到塞車咯，但係咧又唔算話係塞得好離譜嗰隻，呢係第一個。第二個咧喺服務區停車，即係香港唔知有冇服務區呢啲，即係臨時停車、高速臨時停車嘅地方可以食飯加油嘅。就俾隔離嗰台車咧，佢開車門開大咗，嗨到我台車所以佢非常之感謝我。如果唔係真係瀨大嘢呢個係第一個。第二個咁仲有咧就話俾人哋輕輕咁追尾，輕輕追尾即係基本上達唔到賠償嘅嗰啲標準嘅所以呢啲奇門遁甲，我哋頭先講嘅法術奇門，人哋移出嚟呢個白虎係帶四害沖克佢，佢咪即刻畫一道斬白虎符黐喺佢屋企嗰個白虎嘅位置。真係出事，但係出嘅事好細OK， 好，記住呢啲好緊要嘅各位同學你唔好當阿師傅講啲嘢流好堅好堅噶。我出嚟教學好犀利嘅。好，12歲男童涉嫌製造炸藥被捕，香港警方通報喺網上發布片段，都傻傻地嘅呢啲學生發布呢啲截圖。呢啲學生講真咧，我唔係批評呢啲教育我嘅意思係其實一個未成年人，學校要教育，父母咧都要識得教育正所謂多啲群啲好人啊嘛，你冇群啲壞人啊嘛所以好多時候
未成年人嘅教育啊，學校有責任，家庭有責任，社會都有責任啊。所以我成日都我帶好多徒弟嘅，好多徒弟跟我學線下班嘅時候咧啊，我都有同啊，當然我哋5月底唔係6月份啊，6月份都有線下班啊，南泉茅山法有線下班，可以聯繫呢位工作人員，了解啲基礎嘅情況。我意思係好多時候咧啊，樣樣其實一個未成年人嘅教育，家庭啊、學校啊、社會啊都應該有分工，都應該要做嘅。其中一個環節出問題都好容易出問題，因為細路仔都唔定性啊嘛，係咪先？佢唔知道呢啲嘢係會舐嘢嘅咩？啊，OK，咁一樣㗎。咁你自己會唔會俾差佬啊？俾法院啊攞傳票啊？有冇黑社會搞你啊？睇白虎咯。如果白虎帶四害嚟沖克你啊，即係肯定公檢法啊、差佬啊、法院啊、黑社會啊咁啊釘實你啊，就咁樣睇就得㗎啦。OK 啊，咁呢一期師傅在線福利來了咧，就講到呢度。記住啊，有任何嘢要問，你都可以聯繫我呢個助理㗎，佢好好人㗎。啊，你唔聯繫佢，你聯繫我咧，我唔得閒嘅。啊，有可能你今日聯繫我，我今晚半夜先覆你嘅，甚至過2日先覆你，因為我日做嘢做好多嘢搞，我要先做嗰啲工作先覆微信。OK，多謝你哋喺呢度，祝各位新老朋友啊身體健康，工作順利，家庭幸福，心想事成，豬籠入水。多謝你哋，我哋下個禮拜見，拜拜。拜拜。好多謝你。